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感谢主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甲兄弟姊妹做阵伫遮，来分享上帝祝福的话。那伫分享之前，咱做阵阿头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亲像今仔日你的经文对伊讲，你呼召阮是要来祝福互阮。主啊！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阮，会当活伫这主你的祝福内面，互阮有平安喜乐的日子在世上过日。互阮有一个望知影讲，主啊，阮的活命不但在今生，佮甲永远拢有主的同在的美好，甲阮做伙。主，阮甲下面的时间交托，求主你赐我看顾你无路用的仆人，你遮所讲的会当清楚明白。互兄弟姊妹会当领受到主你的听你的祝福伫阮的当中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感受到主，伫即时阵就是伫阮的当中来看顾每一个来亲近你的人，祝福互伊。主，阮安尼祈祷，阮安尼仰望，是奉主耶稣的名。阿们。搁再一届来问候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顶一届来讲，到即马真紧，时间真紧啊！吼。即个今年2025年要过去啊！咱刷了感恩节，就圣诞节，今年就过啊！别一个年时间真紧，总是咱今仔日听到主对咱讲，讲咱的呼召，今仔日咱做基督徒，是主要赐福咱的，咱是因为要得到福气咧。上帝呼召咱是要咱得福气的。但是咱有当问讲，是咱有永远的生命，将来咱伫甲主的天国内底会拢离啊。总是咱即马活着的世界当中，坦白讲是无简单的世界，是一个真混乱的世界。无论是美国甲咱遮，也是咱讲咱对咱的家乡其他所在，你拢看到真济的混乱。所以讲要过着平安喜乐的日子，有福气的日子，其实讲这毋是较容易的代志。总是主甲咱讲，伊呼召咱，就是要咱有福气的。咱今仔日想讲，主啊，你的心意是要赐福咱，咱安怎才会当领到这个福气伫咱的生活当中？所以咱爱明白其实坦白讲，有当时咱拢望一项代志，讲主啊，我要领受你的平安，领受你的福气。其实咱有当时因为咱无法度，也是无了解，也是无愿意去读上帝的话时，有真侪时阵这个福气就对咱身躯边过去。有时阵真正是安尼。我相信有的人要问讲，主啊，我要了解你的旨意是啥物货？但是有当我问讲，你有去读圣经啊？伊讲我无读，读无啦。这是定啊，读有读无一回事，无读嘛一回事。但是伊的想法是讲，主啊，我要求你互我了解你的旨意。我就有咧想讲，主其实每一个人拢有这个想法。毋过我想着讲有的人讲我想要了解这个交通规则，但是你就无要去看这个交通规则的手册啊。所以你有时阵你真正毋知讲上帝要赐予咱伫这个混乱的社会当中。咱要哪会当活出平安喜乐？咱哪有法度活出这个福气？因为主耶稣讲，世间是苦难的啊，毋过因为你内底有平安。这个平安毋是干那平安尔，伊其实互咱若了解伊甲咱讲的，咱若照伊的话语来做时，其实咱会当活了每一个所在的时阵，拢会当有平安喜乐。所以牧师就其实安尼借这段经文，要甲大家做阵来分享，讲咱安怎会当做伙。伫即个混乱的世界当中，也是咱的社会当中有真侪意外的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咱犹原会当有福气。咱要安怎来做？咱要安怎来照上帝甲咱提示的话来行？咱自然应该就得到上帝，互咱伫即个生活当中免惊吓的平安甲喜乐。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最主要就是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这个代志。所以咱今仔日是上帝呼召咱。咱其实是真有福气，因为咱本来的人，咱是啥物款的人？按圣经甲咱讲也好，也是咱所看的现象甲咱讲也讲，咱即个旧的人实在讲是往死亡的路上咧行啦。但是即个上帝甲咱启示，讲咱今仔日上帝拣选咱，
呼召咱，互咱有永远的生命。哦，当然，咱就开始领受，咱就开始行这条永远的生命。毋过，咱无离开世就马上嘛。哦，因为当然将来，咱当然会甲上帝、甲天父、甲耶稣、甲圣神来做伙，这是离开世间的时阵。所以，咱即马暂待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架构嘛。但是，这个架构内底，咱就是伫遮，咱来面对的就是。这个架构的内面，因为有世界有真侪的罪恶伫咱的身躯边，咱无法度闪避嘛，所以咱免面对。伫咱即马混乱的环境当中，咱永远会当知影上帝要安怎赐福咱。我相信，若听上帝话，愿意照上帝话去做的人，就是有福气。总是这当中，咱互相勉励。咱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想法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性，每一个人的软弱拢是事实。总是咱有一个目标，咱总是有一个讲上帝甲咱讲安尼时阵，咱注意目标。咱嘛知影咱家己，咱慢慢来操练，来行这条路。你若无目标，你就毋知要走对过去啊。所以今仔日上帝甲咱提示，咱呼召是为着互咱有福气，咱要来得到这个福气。所以今仔日。一开始的经文讲总共来讲啦，咱爱共心啦，咱爱共款有彼此的体谅共情啦，照你讲，咱爱彼此互相疼痛，互相疼痛，然后了咧，咱爱有谦卑的心。其实这真侪代志，咱的上帝拢有甲咱讲，只是咱了解，大家要做足歹做的，这是事实。但是我对遮讲，这是上帝甲咱提示咱若愿意安尼一步一步照这来做，对倒遐开始，对咱的家庭，对咱的教会，对咱甲身边周围的人，咱彼此共心，无共心要咱行共条路，彼此会当同情，彼此会当体谅。为什么？大家拢有软弱咱大家会当互相体谅。伊搁甲讲，咱存谦卑的心，莫用歹去对歹。其实这个世界真正讲真歹，你真正有通要做好，人嘛是像阮查某囝开车，照交通规则你开，停红青灯停伫遐嘛伊后壁就甲你整落安尼，我就停伫遐咯，照红灯停，就整着，可能伊嘛毋是故意的，也是安怎咱毋知，毋过你就着伤，所以。而且伊讲，咱莫用歹对歹，咱莫用即个武力对武力，咱等于讲甲祝福。我相信最近大家拢有看到即个Charlie Kirk 即项代志，你有看到伊的某，真无简单。我相信大家看来心内一定真艰苦。一个好好的民主国家，一个真开放，大家会当互相讨论分享，毋望大家更较好的现场内底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。总是大家互相的看法，互相勉励也好，互相真理来分辨也好，总是毋望大家更较好，敢毋是？但是有人就挡袂牢啦，伊就感觉要举枪甲你拼咧。结果咱嘛知影，伊阵啊过身去。你知影伊留下一个囡仔，搁少年的一个牵手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心内拢会足毋甘啦。但是这事实就是安尼发生了。毋过即个 Kirk 伊的牵手伫迄个发表会当中讲，我要原谅即个人。迄是真感动的代志，这是真感动的代志。尤其是上帝讲，咱就是伫教会内底，咱是属于主内底人，咱更爱彼此疼痛，爱彼此疼痛，互咱有即个福气。我相信咱人当中，若是一个平和，若是一个即个互相疼痛的关系，其实是足水的咱人活做伙做阵，其实有真侪物件，无一定是讲啥，就是迄个环境也好，还是迄个气氛也好，大家当中若平冷，大家当中若低调，大家当中若无好势，拢有一个压力的感受呢，拢共款啊！我相信你教会嘛共款，你厝的嘛是共款。翁仔某你搁较感情好，有当时迄个。无好势，即个情形发生的时阵，迄个压力自然敢若冰冷落伫迄个空气内底大家拢会感觉无爽快。所以而遮，咱的上帝甲咱提示，咱就互相同心，彼此疼痛，
这是上帝要互咱伫生活当中的事事来甲咱祝福。但是一般来讲，咱无一定较了解。啊，是咱今仔了解，咱要去做，咱确实无毋对，咱有真侪挑战。毋过，这就是咱的目标。所以，共心、体谅也好，慈悲也好，谦卑也好，这是咱基督徒。上帝讲，咱今仔日正做基督徒，咱已经离开过去迄个旧人，咱今仔日正做新的人。上帝伫咱的内面，要甲咱成就，要甲咱帮助，要互咱来改变，会当正做即款的人，正做即款的人，特别是对教会来讲。教会咱拢是无血缘，毋过咱有主耶稣的疼，伫上帝内底，咱正做互相兄弟姊妹。我相信每一个教会拢无完全，但是每一个教会也存在真济大家互相看法的无同。虽然大家拢读共一本圣经，所以有的人会表示，有的人会讲话，可能无一定拢遐尼合咱耳孔听见。啊，咱讲嘛，无一定别人拢感觉足好听，但是咱若是共阮伫主的听内底，咱来想看觅。主甲咱讲，咱着共心嘛。安怎做共心？共心就是你会当去体谅徛伫伊的立场，有当替伊想看觅啊。啊，每一个人若愿意替对方小想看觅啊，小吞论一下，其实真济代志就过去。教会真济代志，大家咱所看有时阵拢是讲，我为主来显明这个公义，是啦。但是你所讲的是毋是完全属于上帝的话？其实听起来嘛有啊，但是伊讲嘛有啊。毋过你马上违反一项代志的命令啊！你讲的这个道理，真正是袂使改变的道理，还是讲有这个弹性？咱有当时有这个弹性的物件，咱来当作变做绝对的真理。所以我一定要安尼来争取才会使。其实咱若安尼去做时，你马上违反着上帝讲：啊，恁敢有彼此共心？恁敢有互相疼痛？恁敢有谦卑？你看到别人的目睭内底，哇！你看这个无介好，啊，你家己敢有介好？所以我迄当咧读新学院的时阵，老妇理院长捌甲我讲过，讲无毋对，你有可能吼，别人做错99%。有真济代志，毋是讲你100%拢对的。啊，你会当去想到你100%，讲哎哟，为了我100%，我讲啊歹势。为我迄个1，你虽然毋对99，我毋对1，我先为我即个1来感觉讲啊歹势。我相信人若安尼过来，互相的关系马上就真好势。真济时阵，毋是大家拢要坐嘛？要坐讲我较对咧，对啦，你对99，你就争取的99，但是你无看到你有1%毋对啊。我争取的就是我迄个一个对，我99我嘛歹看，啊，就惨嘛。啊，所以咱若会当明白上帝互咱的祝福是咱人的当中的关系。即马真济问题出来的问题，拢是人的关系出问题。所以为什么伊才会讲吼，咱吼？若想到这时，伊虽然有无好的，咱嘛有，但是咱来甲祝福，用祝福来替代讲你安怎拄安怎。当然，毋是讲咱袂使讲老实话，但是咱今仔有啥？咱老实话安怎讲较会好势？我嘛捌听过讲，我拢讲的拢事实啦。所以讲你若去伤害，迄是你的代志啊，迄是因为我讲的拢事实。你听着无好听，你听着伤害，迄是你的代志，因为你就是无要听。所以有当时咱敢若考虑讲咱讲的事实，毋过咱互相的态度，确实有时阵，互人会无爽快。咱可能咱感觉咱是真对的一方，这也是事实。但是咱为什么讲爱谦卑、爱共心？因为咱爱承认，咱每一个人拢无完全。咱每一个人无完全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软弱的所在。咱若加看到咱家己无好的所在，愿意搁较去看对方有好的所在，可能真济冲突，彼此中间即个人的关系，其实就无遐紧张啦，无遐紧张啦，因为大家拢要争取我对的嘛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来讲，而且来讲，虽然伊歹吼，咱甲祝福，咱看的吼，咱谦卑，
咱莫往歹甲对歹。哦，这无简单哦。兄弟姊妹，牧师讲这毋是讲咱大家拢做会到哦，但是是要鼓励大家做阵讲，这是上帝甲咱天使，互咱家己活了好，也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要愿意对这方面来拍拼无？上帝要赐福你，甲你讲安尼好。敢若下学的学生，老师也讲哦，你著读书啊好啊，等于做作业。啊，你自然吼，一般来讲功课一定好，这是真正常的代志。学生讲，我听我就无爱做啊，但是我讲望我成绩足好的啊，我讲望我踮咧下，大家拢看我足好的啊，这就真麻烦啦咧。啊，人甲人间这个关系就紧张啦，自然就紧张啦吼。咱你旧约当中，你有看到约瑟无？哦，我相信大家拢会想到约瑟。约瑟细汉的时阵，伊个上帝甲启示嘛。做梦嘛，这个做个梦啊，梦了大家都做好的。结果伊所发表，伊拢讲拢实在啊。但是伊的兄弟咧，你遮骄傲，大家拢爱甲你拜，甚至因老爸讲我嘛爱甲你拜，安尼才对。但是伊囡仔毋知影嘛，伊是领袖就讲安尼出来嘛。结果上帝互伊去接受着兄弟甲出卖，哇！咱相信真个人讲我著照安尼，那奇怪，我来去拄到即个代志，尔是我，无毋对。有当咱会感觉真袂理解。其实上帝咧行咱带即条路，兄弟姊妹，咱当初上帝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虽然有讲我要带你来去迦南地，但是即条路要安怎行？即条路安怎行？大家知无？以色列人知无？毋知。今仔日共我上帝讲，我要赐予你生命，予你丰盛，要赐予你有福气，然后我要予你永远的生命，拢甲你讲好好。但是即条路要安怎行？每一个人无共咧，但是上帝心意共。咱就是教会，当然教会有全体的即个方向，那是个人各有个人的嘛。所以真个时阵。咱拄到一寡代志，确实无明白，亲像约瑟嘛共款啊。伊拢照实讲啊，上帝甲启示迄梦拢照实讲啊。咱尾仔嘛知影这个代志事实，毋过迄当初讲出来的时阵，送听会落，听袂落。今仔日你去传福音嘛共款，你对人足好呀，你甲伊讲，你信上帝足好呀，你信上帝伊无爱听嘛有可能，甚至有可能甲你讲一寡有诶无诶，你个感觉。足无面子，所以有当咱变做去传福音，咱的心会冷冷，毋敢传啊。咱好心去互雷针呢？我毋知恁听有无吼？好心去互雷针着，安尼知影？咱捌听过这啦吼。所以有当你会拄到这咧，所以咱有当时心肝会感觉足袂爽快。我相信约瑟伫过程当中，伊到底有安怎我毋知，毋过最后伊有讲一句话。伊讲恁今仔日来到遮，所过去的代志，拢是上帝的美意啦。哇，这是无简单，因为真个代志咱经过了后，咱才了解。所以这条路无好行，但是咱若真正慢慢行时，咱将尾会去得到上帝应允所显现出来的美好。这就是咱爱面对，咱愿意一步一步坚定对上帝的路来行。我相信这约瑟，你想内底咱看到主耶稣啦，主耶稣中十字架。对吧？伊咧顶讲主啊，因所做伊毋知影，你来赦免伊。这耶稣做。咱是基督徒，咱当然要来学习主耶稣甲咱教示，咱嘛要学习像主耶稣你世上所做的代志共款嘛。无咱是基督徒，咱就是爱效法、爱效法这个主，互咱的模样嘛。安尼咱才会愈来愈好嘛。所以讲，咱会记一件代志，讲今仔日圣经甲咱讲就是讲。上帝要咱人的关系当中，伊确定要赐福咱每一个人。但是咱每一个人安怎来配合？咱有共心无？咱有共情无？咱有互相体谅无？咱有互相彼此疼痛？咱有愿意谦卑家己，来看到别人的好处？虽然有歹，咱嘛想到咱有歹。愿意讲为着这个无好，咱互相彼此用祈祷来祝福。那人愿意来做，我相信咱人的当中，自然你所甲人的互动当中，
一定是真平安、真顺遂、真快乐的代志。所以我相信一个人来到教会，伊会讲哇，教会足有听的呢，感谢主。有真侪人，你厝的家庭无一定受到温暖，但是今仔日若有人来咱教会，因为咱教会有上帝的听，咱教会互相彼此听痛，咱教会会当去了解每一个人有软弱、甲扶持、甲祈祷、甲祝福。我相信这个人来遮，看到这一定讲哇，这甲世间无啥共，这真正有上帝的所在，才会当安尼。所以这就是咱的福气，人甲人中间，你就充满欢喜的气氛伫咱的当中，你就无迄个压力伫这个当中。所以咱想看觅，伫咱人生的过程在行，咱难免拢会拄到这，咱难免拄到这。所以咱来想看觅讲，主啊，咱伫上帝所引出来当中的时阵，咱要伫人的当中，会想要在关系当中得到祝福无？你也家己想，你要爱这无？你有要知无？所以咱若互相紧张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做？你是愿意放下家己，讲主啊，我放下家己，为伊来祝福，为我家己保守我家己。我相信这是真好，互咱面对人甲人中间的关系，会当愈来愈好的一个方向。所以咱彼此勉励。所以上帝讲，我呼召你就是要祝福你啦，我带你行就是你人的当中啊。除了这句话，咱今仔佫看到一样代志。伊讲人若爱生命就要享受水的这个福气你喙舌啦，你的喙唇啦，莫乌白讲啦。其实你若看即摆的媒体你若莫看啦，你若愈看有当你若挡袂牢足气的啊！我这胡思乱讲一堆啦。真理无你讲，拢讲乌白乱讲啊！凊彩跌高倒菜刀安尼甲斗的，拢会得做的。你就愈看愈气去无？我毋知你会，有当我嘛会咧。我看了台湾的迄个政论节目，也是政论，我看这真正有影电视要讲我歹安尼，无啦电脑。但是感谢主啦上帝互咱有忍耐的心，讲咱来忍耐为伊祈祷啦。为台湾祈祷，为咱美国这真侪你所面对的，真正是有的人话语又袂讲，而且你注意即马现代的世界，因为媒体关系也好，你传播这个信息也足紧的，毋是甲你吓惊啦就是甲你恐吓啦，无就甲你欺骗啦，无甲你引诱啦，有无？所以世间你看真侪人，真侪讲个诈骗集团骗了去，有无？咱无法度分辨，所以真正求主帮助咱，咱家己先对咱家己保守，咱讲一寡代志，咱对主的思想好的话，咱来讲，咱来分享，彼此建造。所以圣经嘛，你讲你会当讲的话语足水的，这个人是足好的、完全的人所以代表咱嘴要讲的话，有当时咱接受到一寡消息入来，咱可能无法度马上分辨吧。所以咱就传出去嘛，对吧？有可能。所以咱家己讲知影讲，咱所讲的有可能，若无事实、无注意，其实会伤害真侪人。因为有当时话就讲出去嘛，因为有一个牧师，伊是真好啦因为伊无做迄个代志，但是有遐个姊妹听到，就去外口传到转来这个尾这个兄弟姊妹知影讲伊讲毋对，伊来甲牧师讲，牧师歹势，我迄当听到，我就听毋对，毋过我就讲出，牧师讲对啦，你听毋对，你讲出去，毋过你敢有法度甲收倒转来？你无法度伤害已经造成。虽然伊甲牧师回七个啦，牧师讲无问题啦。伊愿意去疗伤，伊愿意讲，咱就厝内底会当，但是迄个伤害外口的名声，也是真侪，已经就是破坏，所以一定去破坏。所以为什么主交代咱讲，咱讲话也好，咱要分享也好，咱确实爱小心细腻谨慎来分享。同学是分享上帝话一定对嘛，咱甲上帝话加讲加讲一寡造就人的话，这一定是好的嘛毋过咱坦白讲，咱有当下像我的个性有当讲无水你的个性较直啦，较直有当下若无水就直接讲出去就有当下嘛会去伤到兄弟姊妹，这其实拢是求兄弟姊妹的原谅。每一个人可能表现的也是有时阵咱拢有个性的本性无完美，所以咱互相体谅。
互相讲，咱来追求，咱来追求，咱所讲的话，咱来讲啥物话？咱讲爱好听的话，造就人的话，毋好讲迄落即个欺骗也好，也是诡诈的话、奸诈的话，咱就一心讲，咱莫去对歹，咱一直对好的来追求，所以咱知影，咱讲话的开来，当初上帝创造天地是安怎讲，安怎成就。其实我就细汉，因为我伫庙口大汉的囡仔，真侪人去庙的内底咒詛，尤其选举的时阵、台湾的时阵，拢真侪去遐咒詛。咒詛有迄就袂惊嘛。其实一般的人听到这会咒詛，其实大家心内拢会加减去了。所以代表讲，你所讲的好话也好，你所讲的话语也好，会有可能去祝福人，也有可能伤害人。这就是圣经甲咱讲的。所以咱讲话爱谨慎，咱讲话爱讲水的话、好听的话，所以才会帮助更较侪人，帮助更较侪人。所以这嘛是上帝讲，咱的嘴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，但是咱若无好势，会变做甲人咒詛、互人伤害，这嘛是无好的代志。所以上帝嘛叫咱讲，咱讲话爱细腻，咱讲话爱讲好听的。爱讲水的，讲真实的，唔好讲即个奸诈。有人讲我去甲扑扑塌塌，上帝无要叫咱来讲，唔是要去扑塌人。咱讲实在、温柔、共建造、共鼓励的话，我相信这拢是好的。但是唔是讲虚伪的话，唔是。咱实在讲，因为世间有当时我知影，我对细汉大汉的时阵，有时阵会听到一寡讲，因为我唔知要安怎讲所以。无真实的代志，我为了要讲好听，结果讲毋是真实的代志。上帝讲，这尽量这莫讲，是就是毋是就毋是。可是咱家己有思想，咱家己有软弱，所以有时阵甲这物件，咱会稍微个改变。其实咱结果得到的，咱以为无代志，其实事后了，有个人就讲：你哪甲我讲安尼？你嘛歹势。所以其实这无简单。毋过而且主耶稣。甲咱鼓励，甲咱讲，咱安怎讲较好势？咱伫讲话当中，咱爱诚做别人的祝福。其实这是祝福的代志，咱家己嘛祝福，嘛诚做别人的祝福。所以追求和睦咱对来讲，因为你讲好听话、实在话，其实大家听了拢真欢喜呢我讲一个比喻啦，今仔日我徛伫遮尔讲闽南语的道理，其实。我必须讲，嘛是真像喜用兄啦、苏美姐啦，因啦，讲哎哟，老牧师，你来，佫真侪人，你台语愈讲愈好。其实因拢甲我鼓励，我知影我讲了无介好。我嘛知影我咧讲，因为我本身读圣经的时阵，我是照华语咧读的咧，即摆忽然间要转向台语咧，这要哪反？有当会加字嘛，有当讲袂认得嘛。但是我每一届无论来咱的教会，也是去甲即个闽南堂，就是。即个 Richmond 伊嘛也是去其他有讲闽南语的教会。我讲兄弟姊妹拢真有听心呢。我家己知影，我讲有当讲袂认得，讲袂好势啦。一句话会卡掉，要用国语讲。但是兄弟姊妹会接啦，鼓励。所以，互我会当继续伫遮讲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兄弟姊妹甲我鼓励，我较勇敢，会当继续来分享。会当用咱台湾人的话语也好，闽南语也好，来甲兄弟姊妹大家做阵分享咱所听的语言，咱会当来领受上帝的听。我相信这就是兄弟姊妹照着恁鼓励的话语，互我今仔日会当伫遮继续用这个闽南语，甲大家做阵来交流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是真好互我一个启示。相信。你所经验的，咱若共鼓励，共讲即个好听话，互伊得到鼓励，我相信大家拢真欢喜嘛，敢毋是安尼？比如讲，凊彩讲你若看到隔壁迄个先生，也是小姐就讲哇，你洗做真缘投呢也是看到你边仔即个妇人讲你洗做真水哦。伊讲袂乱讲，其实你讲伊缘投水，这是个人的看法，无一个标准嘛。但是你讲安尼，你看每一个人拢真欢喜嘛。是毋是安尼？其实譬如讲，我讲兄弟姊妹平安，你知影恁拢是即个王子甲公主，你知毋知？头先咱有影干嘛呢？我就足平凡的呢。但是你若知影，咱的天父是天国的王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男的毋是叫王子，女的毋是叫公主，大家听了讲，安尼袂歹。本来有可能大家无自信，讲我
世间的人讲，我也无钱，也无学问，生做一般看普通，大众脸孔安尼。但是你甲讲了，讲哇，你真水呢！伊讲有影，真诶啊！因为为虾米？你有上帝荣光啊！你是上帝儿女啊！大家听了会欢喜无？哦，这赞！咱无黑白讲，咱讲的是照上帝互咱的实在讲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咱的一句话讲好讲歹吼，其实差别足大。你若会晓讲话的人，其实嘛得到真侪人的帮衬。坦白讲，有的人都真定啦，有那牧师嘛是讲，成长然后真就讲人个歹着安尼，机会歹互你，互人真个讲话较好听，机会就可以啊。我毋知你有拄到即个代志，我像伫咱的生活当中，伫咱的过程甲人互动的当中，有当时就拄到这啊，讲啊，即个就无半片。我学问遮尔饱，我遮尔好，啥物机会拢伊个。人后讲话啊，人讲了水气话好听啊，你著讲一寡歹听的话，人当然嘛歹睬你讲我，就无一定爱你啊。所以求主帮助咱吼，讲咱爱讲话的时阵，会当小心咱所讲的话，会当咱咧讲话当中，咱知影这会当共鼓励、共祝福是足水的代志。人自然迄个人嘛真欢喜，咱嘛欢喜啊。迄个人笑眯眯，咱嘛真欢喜会笑啊。迄个人，互你讲一个话，生气歹面，你甲看拄着你，原来反过去嘛面臭臭。所以这是互相的问题。所以上帝讲，咱伫讲话当中，上帝嘛要照着咱伫上帝的话语当中。来造就咱，会当甲人讲话当中，咱得到福气对遮来。你知影当初即个扫罗王要听到西弗人啊，讲即个大卫走去倒，有啊无？煞了伊就派人要去掠即个大卫。大卫迄当听到讲，哇，扫罗王要来掠我，要甲刣嘛结果伊甲伊的部下叫做阿比苏啊应该是阿比苏。讲咱落来看卖啊！去看时都发觉讲，迄个阿比斯讲，大卫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上帝甲伊交在咱的手头咧。即摆一枪枪落就死啊！伊搁甲掠，我无生死，互伊生死。这就真自然的代志嘛。因为扫罗王要去甲刣，即摆有机会你困，边仔的人拢无感觉，已经徛到面头前，我就甲毒死落啊！你毋是解决，你后边你就快活对无？大卫讲唔好，你唔好安尼做，即个你安尼做袂使，这是上帝所高所爱，你来睇安尼，你会麻烦咯。所以讲有上帝的话，有上帝你内底，伊所讲的，敢咱一般人想无共。虽然过后壁，伊个扫罗继续，虽然讲尾伊知影讲大卫安尼，伊无去对杀，尾嘛去对杀，人就足奇怪。但是大卫虽然经过嘛是上帝讲，这个人是合伊心意的。所以咱的生活当中，确实面对真济咱往人来想的时阵，是真无合理啦。但是你上帝内底，咱若愿意照上帝去讲的时阵，咱真做咱家己的福气，真做别人的福气。所以真济代志，咱爱去思想，咱爱照这个目标，慢慢来学习来操练来做。所以咱讲圣经嘛，你讲，你一句话讲了足水的，敢若一粒银啊，会水果放伫金仔网内底，迄个金苹果放在银网，金的苹果放在银，你捌听过金的放在银的网仔内底啥意思？捌想过无？毋知圣经常常你讲黄金什么意思？黄金属于上帝的啦，当初你人。伊连迄个河第一条路内底拢黄金甲宝石啦。你去看上帝创造，讲迄个要做迄个圣殿的时，内底拢黄金啦。黄金代表是上帝水的迄个物件。囡仔网嘛是怎？囡仔网救赎。咱若讲耶稣用即个伊的生命来救赎咱，用银子救赎我们，银子的银嘛。所以你讲去看即个圣殿，我迄人敢若捌甲兄弟姊妹分享讲，迄个圣殿内底下骹迄条下骹。黄金做的，意思讲迄是救赎，所以这粒苹果，你金包装，苹果你若无上帝包装，苹果放久就无去啊，歹去啊咧，哪会水？搁你迄个银的网仔内底，上帝要讲，你若一句话讲了做水啊，你是属于上帝国的人。
你会晓讲即个水的话、好听的话造就的人，伊上帝讲，你是属于上帝讲的。因为咱人确实有真济讲话无完全，所以阿国书嘛，你讲咱人若讲话完全，咱就是完全人；咱讲话未完全，所以上帝伫遮照着伊甲咱鼓励讲，咱安怎讲话，该会当互咱了解讲，咱是属于天国的人。这就是咱的一步一步的改变的方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到这了，哇，足好足好的，歹势，因为咱世间是一个上恶的世界啦。你做遮尔济好，都无代志，无啦，无啦。所以讲吼，咱嘛爱想看觅，咱伫生活当中，咱求主帮助咱，会当为伊讲了水，会当为伊讲了水。咱每一工若会记的，毋好咱为家己祈祷，会当为兄弟姊妹祈祷，为咱的社会祈祷，为咱所住的环境来祈祷。我相信上帝照着你的祈祷，会来祝福你，祝福互你所祈祷的人，祝福所祈祷的人。咱会当平安、喜乐来知影咱的日子是真水真好。咱会平安，咱知影咱伫主的内底。所以我对他讲，这咱其实上帝已经要赐互咱，毋过咱安尼去做，敢讲拢无代志吗？歹势无可能，因为这世间你要做好嘛，无一定别人要做好啊。对无？所以你有当为着上帝要做的时阵，你讲你的热心要做好代志，啥会害你？真正有人会害你，真正有人会害你咧。所以为什么真济代志，我都好好，咱会去拄着我，那是安怎是我？是因为上帝嘛应准。哇，这应准什么意思？原来咱拄着这个代志上帝原来你当中要来赐福咱。所以你每一项出入行达所做，咱若照上帝意思所面对的代志，最终尾虽然咱一定有领受好的代志，但是咱拄着歹的代志，上帝讲你免惊，你免惊，因为我甲你同在。我原来是甲着即个代志，你看无好的变做好的。所以咱最近你听真侪人咧讲迄个 Charlie Kirk， 讲一粒麦啊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，就不能成长出许多粒子来。我还在听到这个，我相信伊的牵手，也是伊的囡仔。咱讲这真简单，但是面对实际上一定足难。但是伊的牵手会当讲出这个话，也是讲会当去领受。这个人就是确实无简单。这个人就知影讲伊的生命伫上帝内底，互咱成做咱真侪人的这个见证甲模样，互人真甘心。这嘛是上帝甲咱讲的讲。咱愿意照主的面前去行的时阵，咱愿意做好，但是无一定。一般你细上，你会看到好报。像 Charlie Kirk， 我们人你是讲，哇，你这少年，佮为主遮拍拼，佮安尼，你美国的影响遮大，砰，那无去啊！哇，这足衰咧，这哪好报？对啦，你若照世间的人看。是，但是咱知影，咱拢讲，这个人完成上帝伊伫地上的这个使命。虽然咱看见，不过伊互真侪人过来回想，咱到底咱的信仰，咱是伫追求啥物？咱是对着世界伫走，还是讲照了这代志，互咱反思讲，原来咱不得不甲照世界伫走，是愈来愈歹的时阵，有一个人愿意，敢若当初的使徒也好。敢若当初的耶稣愿意出来显明上帝的道理，虽然伊牺牲，不过咱知影上帝看到这个人，哎呦，你哪会知？会记得司徒凡无？司徒凡当初迄当阵，主对这个三日了活起来，然后你当中的耶路撒冷咧传福音，尾下门徒拢咧传嘛。这个司徒凡第一个牺牲啊！你知影伊牺牲的时阵，伊看到啥物？那我相信咱看无啊，吼！圣经甲咱讲，伊看到天开啊。我毋知影查理克到底是，但是我知影圣经先甲咱讲，伊即时阵面对迄个要石头要甲高时，要死之前，伊看到天开啊。哇！这我有福气咧。所以伊死亡对伊来讲，迄其实毋是死亡，迄是一个转变，对世间离开，甲主永远同在。其实我嘛听甲兄弟姊妹鼓励，咱像我对咱拢真侪人，应该是对台湾移民来甲加拿大，咱伫世界拢占大，
台湾移民来遮，咱希望更较好。其实你诚做基督徒，咱嘛是共款，因为世间毋是即个世间世界，毋是咱要永远住的所在。咱要永远住的所在是甲上帝做伙的天国。所以有一日，上帝呼召咱，有个人讲：哦，主啊，我都无爱去。歹势，主讲你任务完，你就来转啦。主讲你任务还未完吼，你要转我嘛袂互你转，毋是讲你要转就要转，无爱转来转，毋是在你啦。上帝有伊的美意啦，咱无了解，坦白讲，咱看无咱无了解。但是咱对圣经甲咱提示，咱看到讲，原来面对这样代志时，咱比别人较有把握，咱比别人较有信心，是因为我知影世间若行煞，咱就是离开来刷去到天顶，甲主来做阵大。所以恁有想过一样代志？阿伯拉罕啊，阿伯拉罕，你大神拢住你迄个庞大内底嘛？伊毋是像咱即马哦，即马真侪人，我相信一个人拢去买厝啊，对毋对？啊，圣经有一个人吼，当初上帝讲啊，你落喺世界去漂流，结果讲好啦，啊去漂流啦，又开始建城。迄个人啥你知哦？迄个人做该隐。当初伊甲伊小弟亚伯抬起对无？上帝讲哦，啊你安尼，你爱去放逐。伊讲哦，我放逐，大家拢会来甲我伤害啊，所以伊开始起啥？起城来保护家己。这是往人的方式，伊毋是要往上帝的方式。所以咱人无毋对，有心内讲啊，我要一个厝吼，我会当安心。无毋对，这是心内的声音是事实，但是迄个厝毋是地上的厝啊。所以真侪人追求地上啊，结果嘛空的。所以上帝甲咱提示，咱来追求的是，咱来了解将来，咱来登去主的面头前，你主的迄个厝内底，迄是咱永远福气的厝。所以咱若无即个思想，无即个把握，咱真正伫世间，咱真正会惊吓。尤其面对咱伫世上的日子，若要结束进程，还是面对结束日，你一定会惊吓。但是咱若愈经验上帝，甲咱讲的，咱若安尼来行，咱就愈有把握讲，这就是搬锁厝尔嘛。咱身躯搬锁有一个新的，将来有一个新的啊，只不过暂时离开，但是咱伫上帝遐。所以司提反，伊进前要石头牵手，伊看到天开。伊面对迄，伊毋是去看人，伊毋是惊，伊看到天开哇！我相信，伊要去迄个所在，一定是真欢喜啊！伊袂去看到讲我这石头要甲牵足好啊！伊一定是身躯充满迄个上帝阳光嘛。你讲除了伊外，咱阁看到一个人啊，保罗嘛。保罗迄当要用抬头嘛，伊嘛是你甲面头前讲啊，我甲你讲，即个该前的我前过啊，吼。该走的路我走过啊，啊该守的都守掉啊。我即马吼要离开啊，有上帝的冠冕吼为我来预备。啊，恁吼若要有即个公义的冠冕吼，啊你共款，你该行的、该做的去做，啊就有啊。因为上帝决定要赐福互咱嘛，所以咱就照这来行，照这来做。啊，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上帝要赐福互咱每一天，无论你是顺境还是逆境。伊的心意是互咱平安的意念，是互咱福气的呼召，互咱的将来咱有盼望，毋是互你即个世间甲咱吓惊，啥要甲咱吓惊？撒旦啊！上帝讲我都是听，你听内底无惊吓。如果咱若真惊吓，可能咱对上帝听无法度较了解完全。咱若对上帝听愈把握愈活，咱较愈免惊。因为你听的人内底，你免惊。会惊的人就是恐怖嘛，会处罚嘛，会刑罚嘛。啊，毋知要安怎，我毋知。但是你听的时阵，你知影上帝安怎拢听你，保守你。虽然咱会拄着好的环境，咱会拄着这个逆境的时阵，咱知影上帝会甲咱做伙，要去赐福咱，咱的心会较安稳。人无百日红啦，花嘛无百日好。咱人的身躯，这是罪恶的心，一定加加减减，毋是遮歹去，遮无好势，遮安怎，这拢咱因为罪所带来，咱这个身体是伊歹去的身体，这一定爱过去。所以咱追求无毋对，咱会当做，咱来追求求主帮助咱的身躯，更较好过日好日子，这无问题。但是咱若一直注重这，而无去注重到咱对上帝遐来祝福的永远吼，其实真可惜啦。敢若咱真侪人，我讲吼，甲兄弟姐妹分享，真侪人为什么去互迄个诈骗集团骗去？
因为伊定互你食一个甜，但是尾也歹无甲你讲，也是尾也叫你拄着讲啊歹抽了了。但是上帝甲咱真清楚讲，咱所拄着的问题，咱所要经过的问题，以及将来拢甲咱显明清楚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愿意照上帝意思，坚定你上帝信仰内底？我愿意安尼一步一步，我毋是讲你一工就会当做成啊。但是咱有这个心，咱愿意安尼做一步一步，咱就是活伫上帝的祝福内底。我相信这也是今仔日上帝要呼召咱讲，咱来知咱是一个福气的人，咱毋好失去上帝互咱的福气。所以咱即马万事讲，你的身躯若有无爽快，咱来祈祷，讲主啊，你会求我，互我会当面对这个，我会当有一个正常的看法。我该看医生，看医生；该食药食药啊。我无要用烦恼来处理这个问题。我愿意讲主啊，我相信你若医治我，你就医治我；你保守我，你就保守。当然，这个过程是毋是马上，我毋知。不过我相信你会当看顾我，因为上帝你应允，阮也向你祈求。甲苦情甲你讲，你是顾念人的上帝。阮甲这一切交予你，你要赐予阮平安。我相信你讲的安尼啊。其实你知影相信带来真大的好处，你倒无？我即摆去纽约拄仔顺便一个敲电话，我去遐拄到一个人，迄个人也无信主，因为朋友熟识，拄仔伫遐小拄食饭，食饭祈祷嘛吼，咱基督徒食饭祈祷就简单。尾后甲伊开讲，讲因为伊毋是基督徒嘛，说我讲吼，阮基督徒食饭爱祈祷。我讲吼，你有相信无？伊歹势讲相信无容易，伊定袂讲。我讲吼，你知影相信甲无相信有差别无？伊嘛点点啦。我甲你讲吼，我讲吼，如果我所相信的神若毋是真的吼，我有祈祷对无？你无祈祷，共款。因为如果我相信的若毋是真的，拢共款嘛。有祈祷无祈祷拢共款嘛，对毋对？但是我若相信若是真的，万一即项物件有毒，我有祈祷甲无祈祷差别伫倒？你食有毒，我食上帝，因为听我的祈祷，甲这物件有毒的变无毒。咱生活逐工你食物件，你敢知影内底有对你歹好？你敢知？所以有当时我做感恩就讲，哎哟，我都较早都毋知祈祷吼，食饭爱祈祷是遮尔啊好，就咱做自然惯习了，食饭就祈祷啊。其实我发现即马真济少年的基督徒，尤其是即个爸爸妈妈带囡仔吼，食饭无咧祈祷的，无祈祷。我奇怪，你哪无祈祷？阮就拢安尼咧。讲咱无，咱来祈祷，因为你会相信会当带来啥物？那咱的神真的会保守咱呢？咱的信心会去得到上帝会听嘛？上帝讲你若无信的，你要对遐要得啥物？但是咱虽然咱真平常，咱真普通，毋过因为咱会相信，咱祈祷，咱食饭祈祷，这样代志。可能你不得不觉，你也是绝对祝福是你毋知的，因为你确实食的物件，你敢知影内底一定无问题。即马化学物件掺遮济，你敢知？所以有当咱就照上帝意思，咱就食饭感恩祈祷，结果咱领受的，咱所食的物件，咱更较健康。所以我甲讲了吼，伊讲暗时讲，我要信耶稣啊。伊讲伊要信耶稣，我就带伊做国字的即个祈祷，伊伫纽约。所以真侪时阵，上帝互咱讲吼。咱的生活当中，虽然咱会拄到真侪无一定讲足水的代志，也是拄到真侪艰难的代志，而且咱身躯上面，咱拢相信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来祈祷，咱相信上帝讲，你苦难的时阵，伊嘛要帮助咱啊，要互咱得到福气啊，这是伊的心意。所以伊互咱是平安的意念，毋是降灾的意念，互咱将来有愿望，互咱将来有愿望。所以你千万会记，咱每一个生活当中。咱一定加减减，你食头路也好，还是你带囡仔好，还是面对环境也好，还是身体也好，咱一定有真济活你这个压力的当中。咱要安怎做？咱感谢主，有一个咱会当永远倚靠的神，互咱会当真正来经验，互咱会当真做讲我的帮助对这个天父，伊是真正伟大的天父，赏赐互咱，所以咱是真有福气的人，阿妹吗？阿妹吗？听了你有感觉你足福气的无？有福气吼，有福气好啦，咱做阵来祈祷，感谢主。现在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呼召阮，本来就是要赐福气予阮，因为阮本身原来是一个受咒诅去往死亡行的人，
但今仔日主你呼召阮，互阮有永远的生命。不但你永远的来世有充满美好的祝福，你今生内底也真侪要保守看顾阮伫即个风影的当中，伫即个社会，伫即个现代世界充满的邪恶的当中，阮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看顾，有当平安来过日子。主，阮感恩你，甲阮的启示，互阮知影安怎一步一步会当确实来行着即条福气的道路，会当求主帮助阮。所以每一项虽然阮无一定马上拢做会到，毋过求主帮助阮会当用心极力来面对主你甲阮提醒的即个路线、即个话语即个方式，阮拍拼来行。求主赐福，求主特别看顾，特别在座兄弟姊妹，若是身体有软弱的，心情有软弱的，求主按照你的话语来赐福，互伊身体会当健康，互伊的灵魂更较兴盛，互伊所做的会当更较顺利。主啊，阮相信你要安尼来赐福阮，这是阮的祈祷，荣耀归于你，平安喜乐充满伫阮的当中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